大家好，我係魯迅。今次想同大家講一下喺上集桂河大橋嘅底端嘅河岸邊呢，仲有一個中華民國遠征軍嘅紀念碑。當時英國唔止丟失咗馬來半島同新加坡，連同緬甸都失守，制空同埋制海權盡失。於是呢，中國就派咗10萬個遠征軍協防緬甸。呢個紀念碑就係當時孤軍嘅親屬所立。滇緬路戰役嘅地點呢，就喺中國嘅雲南省緬甸北部交界。起始時間呢，就係1942年嘅3月上旬。遠征軍喺滇西緬北助英美聯軍抗擊日軍，同埋運送物資到中國。因為當時咧好多地方已經淪陷啦，滇緬路咧係唯一能夠運送物資到中國，而當時中國嘅海軍同空軍都幾乎傷亡殆盡，所以咧就只能夠多啲係靠陸路啦。咁直至到1945年3月就取得全面勝利，完全打通咗呢個中印公路。中國投入嘅兵力咧總計咧就有40萬人嘅，傷亡亦都接近一半啦，有成20萬。當中第38師師長孫立人憑佢嘅西方學識，佢先後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、美國維珍尼亞軍校博雅教育學士學位，係抗日戰爭時期嘅少數留美，而且唔係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出身嘅軍官。佢曾擊斃日軍共33082人，仲傷咗佢哋75499個兵員，包括聯隊長同其他高級軍官。俘虜咗大尉以下嘅軍官係323人，敵人係幾乎俾佢打到全軍覆沒嘅。佢派往英屬緬甸指揮仁安江之戰，以寡敵眾擊退日軍，救出咗7000幾個被圍嘅英軍同埋500幾個西方嘅記者同傳教士。消息一傳出呢，中英美三國轟動。英國呢係授予孫立人大英帝國司令勳章，亦為獲授美國功勳勳章嘅中國軍官。喺上世紀80年代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到北京商談香港回歸嘅時候呢，同埋之後歷任嘅首相與中方使節接觸嘅時候呢，仍然都提起呢件事，而且呢係表達感謝嘅。咁西方國家呢就對佢讚賞有加，維珍尼亞軍校喺個校史館中呢，就將孫立人同另外2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傑出嘅校友馬歇爾將軍同埋巴頓將軍並列，咁啊無疑咧就無視咗當時嘅執政國民黨嘅領袖蔣介石，因為咧佢同盟軍嘅將領咧就非常之唔協調，咁而且咧同佢溝通得幾困難嘅。咁喺1955年，孫立人咧就遭蔣介石指控佢涉嫌兵變啊！咁其實咧懷疑係因為咧功高震主，招人妒忌，佢被軟禁咗33年，1990年病逝家中，享年89歲，最後咧都終獲平反嘅。好啦，今次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喺下方留言討論。我係魯迅，下次再見。